想揾一個能夠盡顯企業雄厚實力嘅旗艦總部？安泰國際中心高層全層連天台專櫃特色戶，絕對係你嘅終極之選。買入全層物業最大嘅優勢就係私隱度極高，單位面積高達約6808平方尺，氣派非凡。而最大嘅亮點就係已經備有精緻寫字樓加貨倉嘅高質素裝修。前排寫字樓部分設計時尚具氣派，即時提升企業形象；後排貨倉企理實用，完美配合公貿營運需求，真正做到即買即用，為你大大節省巨額裝修費同埋幾個月嘅施工時間。配合大廈嘅現代化玻璃幕牆，居高臨下，景觀極之開揚，盡顯王者氣度。而呢個物業最特別嘅賣點就係附設一個入側天台，喺寸金尺土嘅荃灣公貿核心區，擁有咁龐大嘅高空戶外空間，可謂絕無僅有。除咗擁有頂級寫字樓嘅辦公環境，大廈嘅公貿配套亦都無可挑剔。物業樓面負重達150磅，配備2部客梯同3部貨梯，客貨分流。地下更設有專屬卸貨台，可以直入40尺大貨櫃，完美兼顧總部氣派同物流嘅實用性。優質頂層特色戶市場上買少見少，絕對係投資保值或者升級企業形象嘅黃金機會。想親身感受呢份頂層氣派，即刻聯絡美聯工商鋪。